也是在里面努力了很久。那就是中间一度我也是很想离开那个场合，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会员在这边晒太阳，那里面的人就是在那边就是那个状态，我还是很心疼外面会员的状况。那会员请干部，会员请干部，方案再出来，方案再出来，会员请干部，会员请干部，方案再出来，方案再出来。今天从中午12点50分，我们进去跟董事长沟通，到现在我们协调出一个方案。公司原本希望我们可以在现场签订，但我们坚持要把方案带出来跟会员沟通，由我们会员的民主表决是否接受。公司希望我们的方案只能跟会员布达，所以请媒体朋友们，我们一点空间，让我们去跟会员沟通，传达重要讯息。暂时不接受采访。目前投票的时间将改为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中午12点为止。投票相关规定将另行公告。谢谢。希望我们停止罢工，然后赶快就是签下这个团体协约的协议。但这个就是要让会员决定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所有的集体会员的意志的选择。就是他如果会员要继续罢工，因为你们说董事长希望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嘛，那希望是在明天中午。那如果说明天中午前，那也就是说，那即便你们结论出来，是不是你们还是要跟公司讨论？没有啊，如果决定出来，这个东西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会相约。如果会员决定这个方案，会员可以接受，这些方案会员可以接受，那么我们就会再约定一个签约的场合签这个协议。但是如果会员是决定继续罢工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等于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这个所有的诉求讨论就不算数，就是会回到原点。所以说你们是刚进去有讨论到一个方案出来。一个方向啦，因为他那个细节的讨论呢，就是他是比较大概，因为毕竟董事长他根本不了解，比如说我跟他讨论过航班，然后或是讨论很多细节，他根本听不懂我们航班，所以那个东西他根本不能决定。对，所以就是针对一个，比如说他的成本考量的部分，这方面他可能是他可以决定的，那这方面有进行一些讨论，但是当然我是希望帮会员争得最好的方案嘛，最多的就是调整的空间嘛。那我也是在里面努力了很久，那就是中间一度我也是很想离开那个场合，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会员在这边晒太阳，那里面的人就是在那边就是那个状态，我还是很心疼外面会员的状况。那在那边讨论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是收到一个消息，是我们有一个会员他因为中暑送医院，那当下其实我